20分鐘到深圳前海，35分鐘到深圳灣口岸。呢個可能係中山最方便港人北上嘅屋苑之一。屋苑離三中通道大概800米，附近仲有碼頭、高鐵站，去深圳返香港超方便。樓下商業已經開起，便利店、餐飲、健身房都有，景觀選擇比較多，有公園景、湖景、海景，得房率接近97%，空間感相當實用，而且裝修標準係目前全島最高嘅。中興智慧城係馬鞍島呢2年最 hit 嘅屋苑之一。如果你想北上買一間方便返香港，週末可以住，又有生活配套嘅樓，呢個屋苑確實值得放入候選清單。但呢個盤都唔係冇缺點，尤其係你近期打算北上長住，有好多因素需要考慮。今條片我會帶大家睇屋苑基本情況、示範單位同交樓標準。片尾我會講下樓盤缺點同埋適合邊類買家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。想了解最新價單等其他資訊，可以掃屏幕 QR Code 攞資料。屋苑位於中山最東面嘅翠亨新區馬鞍島，坐車去深圳前海20分鐘，中山市區30分鐘，珠海香洲40分鐘。無論經深圳灣口岸定係港珠澳大橋口岸，車程都算快。附近亦有香山站地鐵、中山站高鐵同中山港碼頭，出行方式算比較多。生活配套方面，樓下已經有便利店、餐飲、健身房等基本商業，隔離就係翠湖公園。發展商背後係世界500強，國企中興通訊，物業係央企華潤旗下。中興智慧城係一個20萬方嘅綜合體，有住宅、公寓、寫字樓同商業。住宅一共有9棟753戶，目前主要賣緊8座，有100、117、200方3種戶型。今年年底收樓，價格方面精裝單價17000到2萬一方，毛坯14000起，總價大概140萬起。其他流動剩低少量單位，因為可選樓層同優惠活動會成日變。如果你想了解最新可選單位、首期月供，可以掃屏幕上面 QR Code 揾我。接落嚟，我哋睇下示範單位同埋實際交樓標準係點。先帶大家睇2個4樓嘅示範單位，感受下低樓層嘅採光同景觀。陣間我哋再上到29樓，睇下高樓層望出去會有咩唔同。100方做到3房2衛，其中一間房係露台改建，計一半面積，實用率幾高。客廳、主臥、廚房同陽台都夠大，140萬左右買到呢個空間，性價比唔錯。呢個117方戶型係南北對流雙露台設計，仲有個入戶花園。示範單位將佢改成間細房，做到5間房，一齊感受下。
117方做到4+1房，好實用。主人房夠大，可以做出一個衣帽間，主衛空間都夠大，你想改返個浴缸都 OK 嘅。想要買4房5房嘅朋友，呢個單位可以考慮下。最後上到29樓，睇200方大平層，呢個戶型係2套100方打通，主要係滿足鍾意大空間、大景觀嘅買家。呢度望出去嘅公園景超靚，仲可以望到海。200方嘅空間感同景觀明顯升級，不過我選擇樓層唔多，總價唔到300萬就可以擁有咁大嘅空間、咁靚嘅景觀。鍾意嘅朋友可以掃 QR code 攞詳細資料。呢個屋苑冇專門做交樓標準嘅示範單位，而家睇到嘅硬裝基本就係交樓標準，除咗家私軟裝、天花、牆板、地磚都係所見即所得。一邊睇裝修標準，一邊同大家總結下。我覺得呢個屋苑最大優點係小區品質感高，園林、公區、交樓標準喺中山都算第一梯隊，景觀同居住感亦都幾好，有公園景、湖景、海景，環境安靜，加上樓下商業已經開起，基本生活唔算荒，地段又近深中通道、近深圳，未來發展潛力係有嘅，但缺點都要講清楚。依家馬鞍島生活氛圍仲未算成熟，如果要去街市、大型商場、茶樓、醫院，都要打車或者開車，而且外賣選擇、街坊生活氣息對比市區都有差距。另外，屋苑暫時冇業主巴士，成日過深圳嘅話，交通成本要計清楚。而且今年年底先收樓，想即買即住就未必適合，所以我覺得呢個盤更適合週末上嚟住下、度假用，或者仲有幾年先退休，想提前買一間品質好、有潛力、可以長期持有嘅屋苑。但如果你短期就要搬嚟長住，而且好依賴成熟配套，就要再諗清楚。世界上冇完美嘅屋苑，只有最適合自己嘅屋苑。如果你想了解最新價單、首期月供、可選單位，或者想揾更適合你嘅樓盤，歡迎加我 WhatsApp 或微信。我係 Derek，記得點讚訂閱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